后来，这个大甲妈是3月19来起驾，3月22会到嘉义新港的洪天宫回乡。这个嘉义县有一个小镇医师陈金红，伫个面册来发文，讲看这个泉州公主号甲韩国的教会发生群聚的感染，是对大甲妈绕境真担心。伊强烈来建议绕境应该暂停举办。也毋过洪天宫讲妈祖有指示，要如期来进行，相信袂有问题。 台中大甲妈甲嘉义新港妈回乡，今年进入第33冬，每当拢吸引真侪信众来参与。这是今年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嘉义县小镇医师陈金红伫面册发文，对日本泉州公主号、韩国新天地教会发生群聚感染的事件，这款人客人的绕境活动有群聚感染的高风险。他是全国来的香客，满的人大家几乎是。 都是靠在一起，而且1个钟头以上。这个状况之下，如何来避免口沫感染？医师以专业观点建议停办，协办的新港文教基金会讲，有当地居民反映，有可能伫遮形成一个破口互新港变做是一个病毒的风评所以其实大家足烦恼的啦。 对停办的建议，嘉义新港洪天宫表示一切尊重镇南宫的决定。大家镇南宫有准时出来绕境进香，这代表咱台湾拢平安无代志。而且防疫时期，人群近距离的接触活动，难免拢会使人担心。庙方表示讲会加强宣导，请信众做好自我防疫，让这场宗教大代志会当圆满顺利。